好，咱拢知影讲，最近这几天这天气是真烧热，有一寡菜色呢嘛是真歹过。伫咧云林西里的果菜市场，也是因为这个菜色的量大减，所以即马1公斤是对顶个月25块起到35块。另外，凯米风台要来，所以农民是惊这的菜色会损失去，一透早就赶紧去甲抢收。中华沿海的蚵仔农嘛是赶紧甲这的蚵仔全部拢收回来避免天灾造成损失。 一透早，农民赶紧落田采收蔬菜，有的采收，有的洗菜拔捆，准备送到果菜市场交易。因为近期天气相当的热，蔬菜生长照顾无简单，导致产量减少。现在风台要到啊，农民就讲抢收偌济算偌济。风台唔知会入袂入，大家嘛也唔知影，还是讲都大家赶紧采收安尼啦。因为即马价销应该袂歹吼。即马价销袂歹啊，早就起来，我拢有诶都是2点、3点，后4点诶，现在都爱做甲足晚，因为一定爱。 做好势落。农民讲，现在若无收成，虽然风台大雨，会造成仓库无容易采收。对此，西里果菜市场表示，近期果菜市场每天的菜交货量大约700吨，但这2天农民抢收，蔬菜交货量有900至1000吨，但菜价预估阁会小可起价。个月前也拢256块呢，256块，啊，若即马是拢35、6块了。哦，安尼涨幅有两三成有无？ 有咯，加炒10块出来吼，最主要就是讲迄群实在是非常的炎热啦，啊，大家种袂起来。来到中华沿海地区，可能嘛趁到风台来进前，赶紧采收蚵仔，就是惊到时风大导致蚵仔变送，甚至蚵饼被吹歹全流失。风台来期间袂烦恼啊，伊这若风台来会加一寡蚵扫了了，会落去啊，到一阵就会变少去。 农民表示，虽然目前阁唔知风台对中部所在产区沿海市有影响，但中枢农渔工课只会等趁到风雨来进前赶紧收成，避免风雨造成损失，转受力减少。记者向中华云林综合报道。